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下 IPO 叫做長光神森公司方面咧喺內地咧就做一個所謂圖像嘅傳感器CIS 嘅提供商咁都係一啲嚟工業成像科學成像等等咁就叫做科技技術公司啦4月9號開始招股，4月14號早上9點半截止認購。上市係4月17嘅發行價格39蚊8毫8啦每手入場費4000蚊多啲集資額就輕輕多過64個億喺行業上面就中性啦咁就集資額都偏中型坦白我覺得投資短炒嘅價值咧可能會相對受限一啲咁自己去關注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咧，我係冇財務權益嘅。